親愛主，我哋感謝你。雖然外邊豪雨大降，顯出你自己嘅恩典，因為加州經歷多年嘅乾旱，人人都渴望雨水嘅降臨。現在我哋睇見你嘅恩雨降下，我哋為此感謝主。我哋現在嚟到你自己嘅面前，我哋乾渴嘅心靈亦需要你嘅恩雨嘅滋潤。求你就將話語賜下，叫我哋每一個人都能夠從你嘅話語裏邊得着力量，得着安慰，得着幫助，以致我哋行在人前滿有喜樂，滿有平安，活出見證榮耀你嘅名。主，我哋知道仲有好多弟兄姊妹未嚟到我哋中間，可能佢哋因風雨嘅攔阻，未能夠及時嘅來到，或者有其他嘅事情嘅困擾。求主你按照佢哋每一個人嘅需要，引導幫助佢哋，叫佢哋不論在任何嘅光景之中，都能夠靠着你勝過一切嘅試煉與試探，以致佢哋在人前仍然能夠活出見證榮耀你嘅名。主，我哋願意將呢個時間恭敬交上，求主與我哋同在。我哋咁禱告，奉耶穌基督嘅名而求，阿門。好，我哋嚟睇希伯來書第7章。我哋上次講到23同24兩節佢話成為祭司嘅數目本來多，係因為有死阻隔，不能長久。我哋知道祭司嘅職務係終身嘅，唔會話中間廢去嘅，除非佢係點啊？死咗，佢嘅兒子可以接替佢嘅職位。我哋可以睇下，應該係民數記第20章，應該係咪唔知？亞倫死嘅時候，邊個接佢個位呢？應該係民數記，係啦，民數記20章。亞倫卒嗰個標題，我哋睇28節。摩西把亞倫的聖衣脱下來，給他的兒子以利亞撒穿上。亞倫第20章第28節。嗱，亞倫仲未死喎，將佢嘅聖衣脱下，着喺佢個仔嘅身上，咁啊，即係嗱呢支棒就交俾你啦。嗱，你着呢件衫，咁啊，以利亞撒就着上啦。亞倫就死在山頂那裏。於是摩西同以利亞撒就下山。咁呢個時候呢，就唔係亞倫做大祭司啦，就係以利亞撒做大祭司，因為佢着咗嗰件聖衣嘛，大祭司嘅祭袍啊。咁我哋就可以睇到佢呢度話數目本來多，梗係多啦。死咗一個就接有一個。我上次講過啦，一路到聖殿被毀有83位咁多。點解佢哋咁多呢？因為有死阻隔，佢哋唔能夠長久嘅為祭司，唔似得我哋嘅基督。第24節，這位既是永遠常存的，他祭司的職任就長久不更換，
係嘛？佢既然終身為祭司，咁佢唔死就冇人去接繼嘅，而且佢係永活嘅神，佢係神嘅兒子，所以佢唔會有繼承者，所以佢嘅職任係長久不更換嘅。我哋上次講到呢度，而家我哋嚟睇第25節啊，呢節聖經大家小心嘅去睇下佢點樣講法啊！凡靠着他進到神面前的人，我哋先睇呢一句，凡即係所有嘅，凡事即係所有事，凡乜嘢？最後嗰個字係人，咁就所有嘅人，只要係人，靠着他，咁你即係話信靠他、倚靠他、歸於他。咁我問你，呢度指嘅到神面前嘅人係咩人？唔係單指我哋嘅信徒，而係指所有嘅人。神愛咩？世人，只要係世人，你凡倚靠佢進到神面前，咁咪即係話你未信主，只要你信，你倚靠佢嚟到佢跟前嘅人，有咩結果啊？下邊嗰句最重要嘅，他都能拯救到底。而家睇清楚嚇。咁咪即係話，凡係現在活在罪惡中嘅人，只要靠着信心靠着主嘅名進到神面前嘅人，佢就會拯救佢到底㗎啦。咁呢句説話反映咩啊？一次相信，永遠得救。佢喺度話明㗎，要拯救到底㗎，唔係話你拯救咗你一半，你犯罪離開佢，佢就唔再拯救你，冇呢件事。只要你係一開始嗰個起始嘅信心嚟到神嘅面前去求神饒恕我哋嘅罪過，因為基督嘅寶血洗淨我哋，我哋願意回歸神嘅面前與神和好。喺呢一刻開始，佢就拯救我哋到底。咁而家我哋又嚟睇呢句説話，若果係信咗主嘅人嚟讀嘅時候就點啊？冇錯，我哋信咗主之後，我哋有軟弱，我哋有犯罪，咁啊點啊？我哋仍然可以點啊？靠着主嘅名去到佢嘅面前，佢一樣饒恕我哋嘅罪，一樣係拯救我哋到底。所以大家要知道拯救到底嘅意思係咩？不會中途而廢。佢賜俾我哋嘅唔係一般嘅生命，係咩？永遠嘅生命。呢個永遠生命與我哋嘅死亡無關嘅。我哋唔會死嘅，我哋係永活嘅。我哋肉體雖然死亡，但係我哋嘅靈魂係歸到天家那裡，所以佢要拯救我哋到底。從呢一句説話就可以俾我哋睇到，我哋只要相信就永遠得救。點解啊？下邊嗰句解釋拯救到底嘅意義啦。因為他長遠活着，替他們祈求。所以基督藉着聖靈居住喺我哋嘅心裏，永遠與我哋同在。當我哋行差踏錯，佢就會指責我哋，會教導我哋，引領我哋離開罪惡，再回到神嘅面前。咁神又會赦免我哋嘅罪，我哋就會重新站起來。好似彼得一樣，雖然3次離罪，離開
基督唔承認基督，但係當基督再呼召佢嘅時候，佢知道佢話我愛你，以致佢嘅生命得到徹底嘅改變，係願意為真道而犧牲。所以我哋可以睇到基督長遠活着，而家喺邊度活着？個個都指住喺度，長遠活在我們的心裏啊！冇錯，佢係天上活着，大家唔好忘記，佢係長遠活在我哋嘅心裏。我哋會有罪惡嘅意念，但係當基督在聖靈嘅啟示我哋嘅時候，我哋唔好輕忽聖靈嘅啟示，我哋就可以重新振作，重新站起來。點解？因為佢長遠替我哋祈求，因為佢係我哋新約嘅中保，因佢嘅救贖嘅大功使到新約一切嘅祝福都能夠確實嘅臨到每一個去到神面前嘅人。咁我哋而家睇第26節。即係依句話咧，未曾有天主教，未曾有摩門教，全部所有依靠耶穌嘅人都會都會得救。我哋唔睇佢有冇因為耶穌來世活到佢升天在神嘅右邊坐下嘅時候，佢已經成就咗呢個救贖嘅大功嘅時候，只要我哋嚟到佢面前相信佢嘅人，咁邊啲人啊？咁就係第一個世紀嘅教會開始嘅時候，就係聖靈降臨，教會已經成立。點解啊？因為彼得一出去傳福音就幾多啊？3000人得救，幾千人得救，對唔對？嗰個時候呢啲得救嘅人嚟到神嘅面前嘅人，佢就永遠得救，因為佢拯救佢哋到底。而家我哋睇第26節我哋要小心。第7章第26節，像這樣聖潔、無邪惡、無玷污、遠離罪人、高過諸天嘅大祭司，原是與我們合宜的。我哋呢個大祭司已經升上高天，坐喺神嘅寶座嘅右邊，佢成為我哋嘅大祭司，係完全合宜嘅，係無可指責嘅，完全係適合。點解啊？因為佢係聖潔嘅。我哋睇到呢個聖潔，就係話基督係絕對無罪。點解？因為佢係神子，神係公義聖潔嘅神，所以佢係冇咩㗎？冇原罪，係咪咁解啊？若果係佢係神子，佢根本無罪啊，連提原罪都冇，佢根本就係絕對無罪啊！但係佢道成肉身之後呢，佢就冇原罪，人先有原罪嘛。佢係神子嘅身份就係絕對無罪嘅，神係聖潔公義，呢個係100%嘅，唔好話好似我哋啲黃金99.99%99%
咁都係有啊。所以我哋可以睇到呢個聖潔對神嚟講係絕對無罪嘅。但係當耶穌道成肉身，成為人子，佢係咪聖潔嘅呢？咁我哋又嚟睇啦。第一，佢唔係從情慾生嘅，佢係從聖靈生嘅，佢係聖靈感孕噶嘛。因為佢唔從情慾生，情慾生就生敗壞，就有罪性噶啦。但係佢係聖靈感孕而生，所以佢係一出世就係聖者。我哋嚟睇，好，感謝主嚇，你哋安然到達。我哋都知道你哋俾雨水攔咗㗎啦，但係我哋呢度時間係準時嚇。係邊個？我哋嚟睇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1章。路加福音第1章34節，瑪利亞對天使說：我沒有出嫁，怎麼有這事呢？係嘛？佢自己話自己懷孕喎，嚇佢一跳。係嘛？天使便回答說：聖靈要臨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蔭庇你，因此所要生的聖者，睇到未？佢唔係一般嘅人，佢一出生就係聖者，必稱為神的兒子，好清楚嘅啊！佢出世係聖靈感孕，所以佢係從聖靈生嘅，佢永遠係聖潔嘅，所以佢冇原罪。咁佢出咗世之後，一直到佢上十字架呢30幾年嘅日子裏邊，佢有冇罪呢？如果有，佢就有本罪，係自己犯嘅罪。但係佢亦冇，點解？佢話俾我哋聽啊嘛，點解？佢雖然受過一切嘅試探，但係佢點啊？冇犯罪嘛。所以我哋再嚟睇呢個路加福音23章。嗰陣時係耶穌上十字架啦，23章。而家唔係天使講啦，係一般人對耶穌嘅評價。我哋先睇22節。比拉多第3次對他們說：為什麼呢？這人作了什麼惡事呢？我並沒有查出他什麼該死的罪來。即係話佢根本冇罪，我都唔能夠審到佢有罪。你哋一比話要釘佢十字架。比拉多係咁講嘅。我哋再睇落去第41節。睇40節啫，佢話那一個就應聲責備他說：你既是一樣受刑，還不怕神麼？呢個係咩啊？3個十字架嘛，兩旁係惡人啊嘛，罪人啊嘛，耶穌在中間，咁佢就對佢講啊，而家第41節，我們是應該的。因為我們所受的與我們所作的相稱，但這個人沒有作過一件不好的事。咁啊，佢嘅名聲喺人嘅心目中，佢係冇做過一件不好嘅事。咁亦即係人為佢作證。我哋再睇。第
第47節呢個百夫長看見所成的事，嗱，耶穌死咗啦，父啊，我將我的靈魂交在你的手裏，上邊嗰句係嘛？說了這話，氣就斷了。百夫長看見所成的事，就歸榮耀與神，說：這真是個咩義人。嗱，喺外邦人嘅眼裏，耶穌都係一個咩無罪之人，有人為佢作證，所以佢冇本罪佢雖受試探，但係冇犯罪。咁第二句呢，佢話無邪惡。乜嘢叫無邪惡？乃係心中冇邪惡嘅念頭。聖經講人心比咩？比萬物都詭詐，壞到極點。耶穌半點詭詐都冇，心中毫無邪惡嘅念頭。正如我哋嘅嬰孩係天真無邪嘅，佢呢個無邪表明佢內心係光明嘅，係正當嘅，係良善嘅，係充滿慈愛嘅。所以我哋可以睇到佢係不論對神對人都係用愛去對待，用良善去對待，用恩慈去對待，對自己係節制嘅，係溫柔嘅。你睇到嗎？呢啲聖靈嘅果子喺基督嘅身上完全嘅表露，所以佢係冇邪惡嘅。咁點樣無玷污？佢大家要注意，我哋知道耶穌在世上唔會話自己一個閂埋門做基督徒，好似我哋一樣，係嘛？佢係要點啊？與世人接觸嘅。佢最中意同咩人接觸啊？稅吏罪人接觸噶嘛？佢做咩？佢要去親近佢添。點解啊？為要將福音賜俾佢嘛。佢頸渴啦，邊度都唔去。喺撒瑪利亞係要去個井旁等嗰個淫婦出嚟，對唔對？佢要親近罪人。陣間下邊嗰句我哋就可以睇到點解㗎啦。嗱，你睇到佢係無玷污，咩意思啊？即係話雖然活在個染缸裏邊，但係佢一點都冇沾長。佢雖然活在罪人當中，但係卻冇受到罪人嘅惡行所熏陶而落在罪惡之中。佢唔犯罪，所以佢冇玷污。但係大家要注意喎，有啲人係冇犯罪嘅，但係卻與嗰犯罪嘅人有份。嗱，我冇犯罪啊！嗱，譬如我舉個例啊，嗰個同事貪污，佢喺度炫耀，嗱，我呢啲係不義之財，大家一去嘆翻一餐，飲醉一餐，咁全班同事一齊去，你就跟住去。咁你有冇罪啊？你在貪污上冇罪喎，但你在嗰件事裏邊點啊？有份分喎。同謀。佢又唔係同謀啊！嗱，好簡單，有好多啲當差嘅，徐生冇啲多，嗰啲最高級嘅根本佢唔會攞嘅，嗰啲攞咗翻嚟嘅時候就放落喺你個櫃桶嘅。係嘛？年紀之前，我唔理佢邊個錢，咁你一係人送翻出去，但係你代咗咧，你冇去犯呢句罪啊，但係你去
分咗有份啦，所以呢個係有份，咁就係掂喎。所以約瑟同嗰個主母嘅關係，我哋睇到佢撇得好清楚嘅。主母拉住佢件衫，拉佢入去做壞事，佢就脱咗件衫走咗去。我與呢件衫都冇份啦，因為點啊？你摸過，我衫都唔要。所以我哋可以睇得清楚，無玷污唔單止自己唔犯罪，應該分得好清楚，唔好與罪惡有所牽連。下邊佢話遠離罪人，我大早講過啦，佢在世活着係親近罪人，點會遠離罪人？佢係專門去接近罪人嘅，因為有機會將呢個生命嘅活水賜俾佢哋，所以去接近罪人。但係佢嘅內心永遠係與罪係點啊？相抗衡嘅。我哋可以睇到，佢從來所走嘅道路係十字架嘅道路。十字架嘅道路係咩道路？十字架嘅道路係要去承擔世人嘅罪債，犧牲自己生命嘅道路。世人所走嘅道路係點㗎？係啱啱與佢相反，係承擔自己嘅罪惡。佢犯罪嘛，罪人嘛，係嘛？但係基督喺世上所走嘅道路係完全遠離罪惡嘅道路，所以呢度遠離罪人唔係話唔親近人咁解，係遠離罪惡嘅道路。佢從唔犯罪，儘管佢活在罪人之中，但係罪人嘅一切嘅罪污佢都唔沾染嘅。所以佢係一個完全無罪嘅人，但係佢復活咗以後呢，佢升上高天，當然點啊？罪惡唔會再沾污佢，因為天上係永遠聖潔嘅。但係我哋能夠嚟到佢嘅面前親近佢嘅人，咁咪點啊？耶穌仍然活在我哋嘅心裏，所以我哋要搞得好清楚，呢個遠離罪人並唔係話佢在世上與罪人分離，而係佢親近罪人，去承擔佢哋嘅罪債，願意為佢哋死。但係在呢個咁樣嘅生活嘅過程中，佢與罪人冇份，與罪人嘅罪惡冇份，亦不受罪惡嘅玷污，所以佢被神高舉升上諸天，成為我哋嘅大祭司，所以係合宜嘅。點解話合宜嘅呢？就係因為佢曾經成為人，體會到人犯罪嗰種軟弱、嗰種無助、嗰種無奈。我哋唔想犯罪㗎啦。保羅話：我原本想做嘅，我卻唔做；唔想做嘅，卻又身不由己去做。點解啊？因為我哋有呢個老我，有我呢個罪性。所以冇辦法，但係基督唔係，佢係永遠聖潔無邪惡嘅。在試探中，佢係勝過一切嘅試探，勝過咩啊？眼目嘅情慾，勝過今生嘅驕傲嘅人。所以佢體會到我哋在罪惡嘅捆鎖之下嗰種無力。
所以佢憐恤我哋，知道我哋嘅軟弱，時時為我哋喺神嘅面前代求，以致我哋能夠藉着佢嘅名，能夠親近神，能夠從嗰處得到力量，去勝過罪惡嘅試探。第27節，佢話他不像那些大祭司。咁那些大祭司當然係指咩？利未、亞倫體制下嘅大祭司，佢哋每日必須先為自己的罪，後為百姓的罪獻祭，因為他只一次將自己獻上，就把這事成全了。呢句説話大家都應該好容易理解啦。佢唔似利未嘅大祭司。嗱，呢度話每日，其實大祭司每日為自己嘅罪獻祭咩？係贖罪日嗰日，佢要入至聖所，先至為自己嘅罪獻祭之後，再出嚟，再攞血入去至聖所，為百姓贖罪嘛。但係咧，佢呢度咧就將嗰一日包埋喺咩啊？呢個每日之內，你明白我意思啊？嗱，祭司亦每日獻祭嘅，祭司每日獻祭㗎，一日幾次㗎，好似禱告一樣㗎，對唔對啊？有人嚟認罪，佢就要喺祭壇上同佢哋劏牛去獻祭㗎啦。所以祭司係負責獻祭嘅工作，係為百姓獻祭嘅。但係為自己嘅罪獻祭呢，就係要進入至聖所嗰一日贖罪日所做嘅事。作者喺呢度籠統將佢合在一起，所以變咗每日。咁我哋若果咁解啊，咁大祭司每日都要入至聖所啊？唔係啊嘛，大祭司只準一日嘅咋叫做贖罪日，喺7月。咁我哋睇到啦因為他只一次將自己獻上，呢個他當然係指咩啊？耶穌基督，佢只一次將自己獻上，就把這事成全了。這是什麼事？贖罪嘅事。祭司為自己嘅罪獻祭，為百姓嘅罪獻祭，有冇完成呢個贖罪嘅工作啊？冇啊！外表得潔淨嘅咋，禮儀上得潔淨嘅咋，良心稍為好過一點嘅，卻沒有真正除去內心嗰種邪惡嘅意念。犯了獻祭咯，獻祭就冇罪咯，出嚟犯過咯，咪又去獻咯。好似我哋而家好多基督徒都係咁所以祭司日日要忘過不了。點解啊？人人都犯罪啊嘛，個個都虧欠神嘅榮耀，個個都要嚟獻祭嘛，佢哋忘過不了啊！日日都有叉燒。所以我哋可以睇到，但係基督嘅祭係唔一樣嘅，係將自己。佢唔係將牲畜獻上喎，係要將自己獻上。自己一獻上，咁咪點啊？就把這事成全了。點解啊？因為已經成就咗神對律法公義嘅要求。罪
就要死，死了藉着基督嘅寶血可以一次洗淨我哋嘅罪過，所以我哋嘅生命就能夠離罪進入永生，佢就能夠拯救我哋到底。所以呢件事就在基督釘十字架嗰一刻就成就了。第28節，律法本是立軟弱的人為大祭司。律法本是立軟弱的人為大祭司，咩意思啊？因為亞倫係大祭司啊嘛，亞倫軟唔軟弱啊？唔軟弱唔會做金牛啦，對唔對啊？百姓話要揾個人帶佢翻去埃及啊，好過喺度餓死啊！咁啊好啦，你哋喺埃及嗰度攞咗咁多金嚟，你拎嚟我度，你整隻金牛你哋去拜，係咪？神仍然立佢做大祭司啊！所以我哋可以睇到律法冇話規定有罪嘅人唔可以做大祭司，係嘛？你軟弱，神呼召你，你仍然可以作為大祭司，因為佢嘅軟弱，所以佢所獻嘅祭唔能夠使人嘅內心得到清潔，良心嘅罪疚感冇除去，所以年復年，月復月，日復日都要去獻祭贖罪。但係我哋呢個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後起誓的話，呢句